大家好，我係吳群香 Josephine， 今日係2026年嘅7月10日15點46，即係下晝嘅3點8個幾字，9個幾字應該話。咁咧呢個又係乜嘢標題咧？咁呢個標題咧就話吳群香徑問消委還是消防監管預防火災而滅火設備之購買。咁即係話咧，其實個標題都好清楚啦。咁咧就我亦都唔喺呢度講嚇。咁點解要個細節上面各樣嘢咧？我亦都擺咗喺勤力善德吳群香徑香港政府啦，就申報啦，咁同埋係即係包括埋社署啦嚇。咁咧就同埋給予免費嘅教學，部分免費教學咁樣。